集哦，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之前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等等。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啊。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怎么那么多玩具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远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啊，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又是1年1度的圣诞节啊！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好开心哦。今年也要一起开心啊！啊，我知道了，我们去找部长去玩吧。部长，干嘛啦？走啦，我们出去玩。去哪里玩？外面很冷哎。你看我们家有火炉，还有暖暖的被窝，在家睡觉不好吗？你一年365天，你天天都在睡觉，你该出门了啦。而且啊，圣诞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你要去哪里玩啊？而且出门逛街又累又花钱。不会不会，我跟你说一个地方哦，它叫做梦幻圣诞。梦幻圣诞，跟你说，那是一个圣诞节的义卖市集哦，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换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是什么东西掉进来啊？好像是玩具哦。那我们来开箱看看吧。导演，你开的有点久哦。哦，好可爱哦。那我们继续吧。你谁？你是谁？我是99学长喵。喵！哎呦，这敢是你的声？哦，不是啦，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为什么来这边？哼哼，你们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啊？我就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好期待哦，期待哦！我要赶快去挑我要交换的东西。好，但不可以是眉毛哦。尊重，等等。你一起走吗？ Let's go！ 走吧。走。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他就是罗德，然后他这个是钢铁人最托付的一个人，做的非常的到位。哇，帅精致哦！因为钢铁人有一个算是好朋友，可以托付给他的玛利亚就存记在心，他是一个托付的跟罗德一样，他存记在心。哇，我很努力，很努力哇！志勋，哈喽，恭喜你哈，上帝给你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哈。微蟹堡，我是阿月，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我们来开箱钢铁人，这钢铁人超多人喜欢的啦，没错，跟蜘蛛人有的比耶。哦，没错，两个粉丝应该是哇都很多。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一款，它是野兽国的类似盒玩的一个系列，然后它不只是钢铁人哦。还是钢铁人的衣柜，格纳库。对，然后这款呢是马克3，它是在第1集的时候有出现。不过这个衣柜啊，德纳库是在第3集吧，对不对？然后就是在背景有展示一排哇，
闪闪发亮，然后很多套钢铁人的那个装甲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马克山，就像它这个背景后面这种感觉一样。对。对，第三集就可以看到很多个这个，然后他们还可以遥控一起出动。那这一只呢？为什么会挑这一只？这一只因为它是第一集里面出场，然后是第一款可以直接上战场的这个那个钢铁人套装。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第一次的经验？有时候你刚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刚开始做对那种未知的感觉都很害怕，然后但是你不知道，就是像蝴蝶效应一样，但是你一做，然后后面可能伟大的事情就这样产生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像钢铁人一样，这样不断的去想要就是去尝试去挑战新的东西，这样就会有更不一样的伟大的事情发生。做了才知道结果怎么样。没错，真的要做了，要有信心。对，做了就对了。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玩具上面，这个呢还是没有拆，因为它这个太漂亮了，就是透明的观景窗，对，直接可以看得到。对，所以而且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封面啊，显现得出来，是吧？发光嘛。对，所以这一款很特别，我会发光哦。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它打开来看看。来。它里面一样都是专门的这种套壳，透明盒，长这样子，然后呢，打开来，它其实装的蛮简单的，就是差不多就把一个柜子放进去，但它这钢铁人呢是没办法特别拿出来的，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柜子，但是它就是直接放到可能桌面上或者是墙壁上，我觉得都是蛮好看的。尤其是什么？当它开灯的时候，有没有？超帅，超级帅啦！它连整个旁边啊，这个亮LED 光的那种感觉都真的超级帅的啦。尤其是可能在暗处的时候，我拿远远的，我远远看到一只钢铁人在那里。对啊，哇！你看这个防疫炉是圆形的嘛，比较最早型的。而且眼睛也会亮。对啊，眼睛也会亮啊，整个身体这样从头到尾。它这个涂装啊，我看一下哦，哇，很 bling bling 哎！你看它红色的部分跟它金色的部分，要收就是说最经典的，所以这只真的很适合拿来收藏。然后它下面脚下卡住那个钢铁装甲的那个痕迹，有没有？都是凸凸的，都有做出来。然后它后面整个那个格纳尔库金属感做得非常棒，而且它拿起来是非常有分量的哦。你看我现在拿在荧幕面前，今天对焦对得特别漂亮，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细节啊，呈现的蛮大喇喇的，就是一目了然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哎。哦，它上面的这个灯啊，我像家里那种投射灯，很漂亮。然后我刚刚怎么开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其实是按这种地方，它有一边是假的，然后有一边是可以按的，然后就可以这样按下去，就可以亮灯开灯。那它是没有附电池的，电池要自己安装。对，超帅，而且它整个压起来，整个非常有感觉。它安装电池就在这边啦，螺丝起子咻，把它打开来就好了。好，它现在还有一个配件就是什么？其实它在那个它如果说还没使用的话，是有一个这个罩子的。那这个罩子它是做这样子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它上面可以看到隐约看到什么？上面有一只钢铁人，很透明。它如果电脑的那种，对 AI 的那种感觉，就是未来科技感，它会去扫描可能钢铁人的结构啊，然后这只是什么型号啊等等的那种东西这边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那所以说它就是要用投射光来去做呈现，那我们就直接它安装方法出乎意料的简单了，就直接这样子斗上去就好。这边有没有看到卡榫？看扣上去，所以它上面呢，它上面是没有扣着的，那没有扣着的话，那就有时候掉下来那种感觉，所以说你要稍微扶着，然后扣着，然后要有点角度，让它能够去，比如说我这样放手，有没有？就比较，如果固定放着是很 OK 啦，但是如果说我这样手拿的话，就要稍微顶着一下，对。然后重点是什么？打开来，就有一层膜在上面的感觉，像是那种展示的那种 feel，然后可以看到，像侧面就可以看到一个钢铁，隐约有那个纹路。对，它钢铁人都是对应一起的这样子，然后远远看就像是一体成型的那种 feel。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展示，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啦。
但如果说你想要立体感，就是像4D 效果的话，那就是直接拿下来，直接拿下来，咻，这样子更清楚，会比那个钢铁人会比较亮。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只钢铁人啊，真的是属于最有意义的一只哦。从头到尾，因为它是一个起源哦。对，有时候我们初衷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不过它其实还有最早的马克1，有马克2，这只就是马克3。那马克1的话，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还是就是实验的那种的。就是他第一次从那个山洞里面闯出来，那时候被绑架了，然后他就自己 DIY 把它创作出来，所以说那时候还做的没有那么的完善，一直到他自己的工作室之后，才把它做的这么的有样子，才涂上了这个经典的金色、红色。对，哇，我相信钢铁人一定很多朋友喜欢哦。那接下来呢，就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非常期待今天的分享。Hello， 大家好，我是思谦牧师。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钢铁人一样，昨天我们讲到他的伙伴，对不对？今天呢就讲到了这个钢铁人。钢铁人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装甲已经是他的第3代哦，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看见的这个上面红色写着这个经文，讲到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的眼睛已经看见救恩，因为他之前就想说我之后呢会有这个机会，然后要来看见一件好事发生哦。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就好像钢铁人一样，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钢铁人是不是被放在一个很像是衣柜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电影里面或是动漫里面都说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格纳库，大家有记得吗？在这个格纳库里面呢，就有放了很多钢铁人的装甲，而马克3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终于是正式上战场的一个装甲。结果后来呢，我们都知道在钢铁人的电影里面越来越多的格纳库出现哦。牧师自己知道，因为我也很爱看这个，就不管是漫威呢还是这个超级英雄我也很喜欢看哦。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就讲到了托尼·史塔克呢，他是一个心里有盼望的人，就好像今天的这段分享里面讲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心里有盼望，所以呢，他一直在等待这个盼望发生。然后就在我们最近过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这个盼望竟然就发生了。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有很多时候就好像刚刚我看现在呢，就是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等下也请大家可以留言回答哦。刚刚罗月导演已经有讲到哦。很多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心里面很期待，心里面有盼望，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过，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可能我们心里会害怕，在那个害怕里面呢，又有一点不确定，又有一点确定，又有一点想要，又有一点害怕，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刚刚有讲到了，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开始一件事情呢？他刚刚有在这个里面分享，钢铁人呢，他自己就是从第1代开始好像没有办法第2代好像又没有办法，第3代终于改良到是可以出去打战的所以遇到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这个罗月导演他有讲到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又很害怕，然后又好像有信心又没有信心，这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呢？那请大家可以把你自己在刚刚的听到的答案，把它写在留言区里面哦。有没有人不太清楚我在问什么的？你可以举手我可以再问一次哦。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新的，那你决定这个在很害怕或者是很担心有信心或是没信心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对呢？这个答案呢，请寻求别人帮助。OK， 还有吗？大家都可以来回应一下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做了才知道，上台唱歌是直接也就是去做，是不是？雅婷说祷告。OK， 看起来大家都有一些行动还有没有人要来回应就是在一件事情呢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可能
准备想要开始，但是我有点担心，我有点害怕，我好像有一点信心，然后我好像又有一点犹豫。这时候，刚刚罗月导演有讲该怎么办？刚刚很多人的答案都有讲到哦，而且讲得非常的精准，有代表大家都有很认真在听这些分享哦。在这里面呢，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的那个小编有在帮我们统计这些有在回应的人哦。那刚刚我看到很多答案哦。那有很多人说是这个不管是祷告啊，找人帮忙啊，还有刚刚有人回应哦，很精准哦，他说做就对了。所以呢，在刚刚呢这个分享里面呢，如果你的内容都是跟行动有关的，就是去做一件事情，譬如说你祷告是做一件事情你说做就对了，或者是你找人帮忙，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刚刚是跟行动有关的，我们就要把小编呢我们就要请小编帮我们来编号一下我觉得我们到今天呢，真的是看到了很多我们这边冷静思考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应哦。我们要来做一些事哦。其实刚刚罗月导演有讲到，就是在这当中就是去做就对了。OK，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来请我们的小编来帮助我一下。刚刚有回答到，然后都是跟行动有关的呢。那我们要请你来帮助来编号一下哦，好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是1号是这个文月，刚刚有回应然后2号是雅芬，3号是艾玉冰4号是尤雅婷，5号是刘胜忠，6号是谢信吉，7号赵文乐8号是毛宗燕。有没有人你有回答，但是呢你回答的跟行动有关，但是没有写在上面的呢？好，我看大概是都有回应如果没有的话，这时候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哦。好，那我们就要来从这当中呢，要来选一样，我们要来选3位。那选3位呢，我们等一下呢要邀请你来回应一个问题哦。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请小编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来选出3个咯，一起来哦，一起倒数好不好？3、2、1 ，OK， 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尤雅婷，第2个是我们的艾玉冰，第3是我们的王尊璇。好，那今天牧师呢要来邀请大家来回应一个问题哦。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刚开始，这是一件新的事情，然后你要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很担心，或者是你很害怕，或是你有很多情绪，不管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但是你后来做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做的过程中越做越好，越做越有成就感，结果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甚至你觉得很成功的。那我要先请这个是尤雅婷来分享一下。雅婷可以打开麦克风还有荧幕哦。我还是不懂，我们的结红吗？你举例子吗？举例子哦，好啊，我举例哦，好，就好像我今天呢，我第一次上线主持，对不对？我刚开始呢就在预备，然后就有点担心说，我会不会讲没有在不知道怎么讲啊，或者是，然后后来发现上来之后，就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的面孔，就觉得很开心，然后现在越讲越觉得心里很兴奋，因为我很想知道等一下谁会抽出来哦。那我觉得今天完成这个跟大家一起见面抽礼物的过程，我觉得是会让我觉得心里面觉得很成功，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好，可是我刚开始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跟大家互动很好啊，这样子。OK， 这是我的分享。好，那我们请杰宏要不要继续来分享一下？这样听得懂吗？有没有一件事你刚开始很担心，或是你很害怕，你很多情绪，就后来发现越做越好的？我上才艺，我去比赛，我心里觉得很害怕，然后比到中间心情有舒缓了，之后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OK， 是什么才艺可以让大家知道吗？围棋。围棋哦，所以你刚开始有点紧张，那现在喜欢围棋吗？
还是有继续在学。还是继续在学哦，所以你越学越有兴趣了，这样。对，谢谢你的分享，这个分享很好哦，我也觉得这个举例很棒。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这个艾玉冰来分享一下，要请你打开你的镜头，还有你的麦克风哦。诶，艾玉冰还在吗？我们要请你打开你的镜头跟麦克风哦。好，所以我们的童工帮我看一下，艾玉冰还在吗？要请你打开镜头跟麦克风分享哦。目前没回应，要不要先请下一个来？好，那我们先请尊璇好吗？尊璇，邀请你打开你的哦。艾玉冰上线了 ，OK， 有打开麦克风跟镜头 ，OK。那请你分享一下。我们的李明大会的时候，以前我人家邀请唱歌，我都不敢。那我想到我妈妈喜欢唱《望春风》，我觉得代表时代的女性温柔婉约啊，等待情人那个情景好，所以我妈走的时候也给她歌本，是《望春风》《望春风》。还有第二条阿母的手，就是詹雅文的阿母的手，我想到我妈妈慈祥的手，很温柔的手，很温暖的手，我想到就很有感情的唱，大家都觉得唱得很好，给我鼓舞，越唱越开心，越起劲，越融入情境。我觉得唱的里面感情有投入，就唱的好像从头到尾，而且音响也不错啊！大家给我鼓舞之下，越唱越开心，谢谢。太好了，你也是突破你自己，原本担心很紧张啊，想到妈妈之后就投入感情，就在这当中，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OK， 谢谢艾玉冰的分享，谢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要请这个王尊璇，尊璇，邀请你打开你的荧幕跟麦克风。尊璇在吗？在。OK， 好，邀请你来分享哦，还记得题目吗 ？OK。搭画班的时候，那时候老师有叫我们上去背成语，我一开始讲的很小声，最后因为老师常常叫我们上去讲，所以最后我越来越大声讲话。那你发现你大声讲，可以大声讲话之后，你有什么感觉？没有那么害怕，比较有勇气。比较有勇气哦。那现在如果邀请你上台，那你会愿意吗 ？OK， 所以这个经验对你来说也很有帮助，对不对？让你从刚开始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都好多紧张，好多觉得害怕，好怕说自己做不到、做不好，或者是有很多突发状况。可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我是可以做得到，而且其实呢，这个做得到是一开始你就心里面有一个盼望。我有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去参与，而我参与的开始，我好像就开始有勇气、有能力了吼。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很棒的分享哦，这对大家很有帮助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请我们的小编，刚刚大家在分享当中，这3位我们的朋友们不管我们要一起来期待一下哦，钢铁人到了第3代。成为一个很棒的定位开始哦，我自己知道呢，钢铁人东尼史塔克他后来这钢铁人后面出了42款就是从这个马克3开始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很有盼望，因为是有一个爱你的上帝从他开始，我们的生命开始有盼望，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倒数哦，3、2、1，我们要来选出今天这个礼物要送给谁，一起来倒数哦，3、2、1，好期待哦！哇，是我们的尤雅婷的小朋友杰宏，对不对？
刚刚杰宏的分享吼，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杰宏在吗？打开荧幕跟我们挥挥手哦。好，恭喜你啊，得到这个马克山钢铁人，还有他的这个衣柜，格纳裤，超棒的。这样今天呢，很高兴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分享。那接下来几天呢，思谦牧师也会在这个荧幕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恭喜杰宏。那明天呢，如果你还没有抽到，或者是你很期待可以继续上线的话，我们明天也同一个时间会在这个线上跟大家相见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晚安，持续心里有盼望，明天再继续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晚安。嗨，雅芬，大家晚安。